沿着台三线客家浪漫走廊一路南行，趁着徐徐和风，骑着车有种说不出的畅快。客家的风情则是沿路最美的拱景。骑入这一段路，我觉得好值得哦，因为跳路跟拱景都懂讲哎。对啊。而且啊，你知道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全台湾最大的圣基亭哦。那你知道圣基亭是做什么用的吗？不知道。其实圣基亭啊，就是因为客家人很惜字爱物，所以他们会把作废的纸张都拿进来焚烧，归还给上天，表示敬意。哦，那就很像现在的碎纸机喽。差不多，算你厉害。在龙潭的短暂停留，终于有机会造访全台湾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习字亭。两面高起的石壁，增加了古代文风的崇高地位，以及对于文字纸张的敬意。加上流畅的云墙八字门所构成的中门，让我很是惊艳。不过，计划中的下一站也让我很期待，因为这是北部客庄最具代表性的拱景——北埔老街。好，你点的东西来了，谢谢，看起来就好清凉哦。你伫哪搭边来？我从台北来诶，因为听人家讲说台三线啊，跳路给拱景都懂讲。冇错，跳路的拱景都懂讲。对呀，所以我想来体验一下。哎，这就是我刚刚点的擂茶啊。嘿，也是我要点的漂浮擂茶。哦，看起来懂特别。做的是看呢。好。好冰哦！骑车骑到现在，真的很需要那种冰冰的东西耶，好好吃哦！谢谢你。好，唔该唔该，好，欢迎来了。冰冰的擂茶别有滋味，一口喝下，暑气全消。只是北埔最清凉的拱景不止这一杯。位于北埔内大坪，是台湾唯二的冷泉之一，水温终年维持在10到20度间。罕见的碳酸和硫磺共生泉，而且泉水略带咸味。每年夏天有很多游客来这避暑，到了秋冬也有不同的拱景。冰凉的擂茶，消暑的冷泉，骑着铁马造访北埔，跳路给拱景都懂讲，也让我搜集到好心情。